神經遞質有時簡稱遞質，是在神經元、肌細胞或感受器間的化學突觸中充當訊視作用的特殊分子。神經遞質在神經、肌肉和感覺系統的各個角落都有分布，是動物正常生理功能的重要一環。神經遞質可看作是神經元的輸出工具，每一個神經元只帶有一種神經遞質。同一種遞質對不同的受體可能產生不同的作用。按照作用後果，可分為離子型和代謝型兩類。其中離子型受體按照電位變化，可分為興奮型和抑制型兩類。中樞神經系統中的神經元以突觸的形式互聯，形成神經元網絡，這對於感覺和思維的形成極為重要。在腦子各部分之間傳遞資訊，依靠的是電和化學兩種動力。在長長的神經纖維兩端之間傳遞資訊，依靠的是電流。而兩個神經細胞之間傳遞資訊，又依靠什麼呢？這就比較複雜了。因為細胞與細胞並不相連，中間有空隙，叫做胞突前絡。對於興奮性突觸後電位來說，如果其幅度足夠大，距離動作電位產生的部位足夠近，單獨一個 EPSP 就可以造成突觸後細胞的一次動作電位發放。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突觸後細胞的一次動作電位是其許多突觸產生的突觸後電位空間和時間整合的結果。所謂空間整合，是指不同部位的突觸對突觸後細胞產生的不同興奮作用綜合。所謂時間整合，是指同時或不同時發生的突觸時間對突觸後細胞的作用綜合，這兩者密不可分。
對於動物體內的突觸來說，這一強度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時刻都由於突觸自身的活動歷史以及其他一些作用因素而發生改變和調整。這一調整過程被認為和神經系統的發育、學習和適應等過程是密切相關的。心血管系統由心、動脈、靜脈和毛細血管組成，其中有血液流動。心有節律性地輸縮，是血液循環的動力。它將血液帶到動脈，最後經流周身的毛細血管網，再經各級靜脈流回心。血液是在心臟和血管腔內迴圈流動的一種組織，成人的血液約佔體重的1/13，由血漿和血細胞組成。血漿內含有血漿蛋白，血細胞有紅血球、白血球和血小板。機體的生理變化和病理變化往往引起血液成分的改變。除了氧外，一些物質也可與紅血素結合，有時候可以造成身體的永久性損害。一氧化碳是其中之一，它與血紅素結合成不可還原的碳氧血紅素，從而降低血液的載氧量，嚴重時可引致身體缺氧，造成器官的永久性損害甚至死亡。由於母體供應胎盤血液的養分額只有成人肺部的20%，胎兒製造了一種具有更強養親和力的血紅素，確保可以從血液中盡可能地取得足夠的氧。激素也音譯作荷爾蒙，在希臘文原意為興奮活動，是由內分泌腺產生的化學物質，隨住血液輸送到全身，控制身體的生長、新陳代謝、神經傳導等。